丹下段平靠住象嘅極端手法，使到丹下重獲拳館牌照。另外，阿象同大象阿西都取得職業拳手資格，三人擁有參加拳擊比賽嘅門票。三人於擂台上人生奮鬥嘅比賽正式開始。休息室內，各個拳館嘅教練、助理及拳手都準備比賽。從畫面可見，丹下拳館只有段平、阿象及阿西三人，加上於角落，顯得丹下拳館比其他拳館更荒涼。雖然如此，阿象不理別人眼光，很期待比賽，於休息室內一直唱歌及熱身。呢種行為使到其他拳館教練不滿，有一教練出聲。阿象唔聽別館教練勸阻，反而笑其他拳手樣子緊張，猶如準備上刑場。段平聽到阿象大言不諱，立即責罵阿象。拳賽工作人員向段平表示阿西準備比賽，阿象想一同參與。段平表示阿象見到阿西比賽時會大吵大嚷，所以要求佢安安靜靜喺休息室等待。阿象默默地將身體瑟縮，回想當亞街遇上段平及小鬼們，拘留所遇上阿西，家庭裁判所遇上白木葉子，感化院遇上力石。與力石對打後，渴望再次於擂台上對打。像想到入神時，比賽完畢後嘅阿西慘敗收場。阿西提醒象比賽時唔好輕率。然後比賽工作人員向段平二人表示象可以出場。未上到擂台，觀眾都好期待呢場比賽，反而觀眾熱情嚇到阿象。阿象上擂台後心情戰驚。段平向阿象講述對手川瀨係有比賽經驗嘅拳手。阿象冷靜分析川瀨鼻哥有問題，換言之代表防守好弱。段平驚訝象明明拳擊理論唔識，卻能一言中指，難道天生係拳手？擂台上主持介紹雙方拳手，介紹川瀨時，台下觀眾皆拍掌。當介紹此吹象時，掌聲歡呼聲比有曾出賽嘅川瀨更多。段平二人甚至連台下兩位旁述都被嚇到。段平叫阿象輕輕舉手向台下觀眾示好。大家都因為呢下小動作而大讚阿象。阿象得意忘形到走向擂台中間搞下笑，似乎過頭了。老旁述覺得阿象得意忘形。葉子冷笑地說阿象好似大明星。力石肯定地說阿象本身係大明星。見到阿象得意忘形樣子嘅郎金泉恨不得想教訓阿象。段平二人聽到鐘聲都懵然不知，要裁判告訴先知。由於阿象第一次喺正式擂台上比賽，加上對手係有經驗，所以防守時措手不及，想反擊時撲空，甚至被川瀨乘虛而入。阿象被打到防守姿勢都冇埋，川瀨認為係撐屎，用盡全力使出左拳準備幫阿象埋單。川瀨不知道自己進入咗阿象嘅陷阱。阿象使用交叉拳將川瀨擊倒。阿象於處女戰獲勝，繼而後來嘅比賽都連連獲勝。某日，大高會長邀請段平二人於記者們面前對談。大高會長用激將法引誘阿象接受郎金寸嘅挑戰。段平知道大高會長心有不軌，沉不住氣嘅阿象唔理段平反對，一口氣應承接受挑戰。返拳館途中，段平同阿象為接受挑戰之事而爭論。整個多亞街街坊都知道阿象即將與郎金寸對決，包括太郎一眾小鬼。太郎等人為咗幫阿象，於是走去郎金寸訓練嘅地方亞洲拳擊俱樂部刺探情報。大高會長落柯打，訓練期間謝絕訪問。
太郎等人走後門，從門孔偷窺郎金寸訓練，卻不小心衝咗入去訓練室，俾郎金寸殘忍地當沙包係咁打，將小朋友當沙包打係不知所謂嘅行為。郎金寸亦因為呢個無恥行為而付出巨大代價。郎金寸親自到丹下拳館，將受傷嘅小鬼們一一交俾阿象。段平立即叫阿西同阿象將小鬼們送往醫院，然後同亞洲拳擊俱樂部一樣謝絕探訪，三人一起秘密訓練。比賽當日，段平三人不受觀眾們歡呼影響下，默默地進入擂台，將阿象除去袍時。大家好奇阿象身上嘅傷痕，唔單止阿象，連段平及阿西都傷痕累累。比賽開始，年輕旁述見到阿象使用防禦戰術，感覺驚訝。老旁述認為郎金寸有戰術能擊破交叉拳，所以象不禁亂來。郎金寸唔太主動攻擊，輕輕試拳。到裁判及大高會長叫進擊時，郎金寸先肯正式主動出擊。阿象輕鬆地退後，虛準機會反擊。阿象勢不饒人，直到鐘聲一響先停止攻擊。第二回合，郎金寸驕傲嘅不耐煩，主動進攻，然而又一次被阿象乘虛而入，打咗幾嘢將郎金寸打到瞓低。郎金寸起身繼續對打，又一次被阿象擊倒。郎金寸第二次起身，今次象主動攻擊，郎金寸依舊被打，仍然有能力向阿象反擊。阿象被郎金寸反攻，阿象食咗幾嘢後又被阿象反擊，形成你來我往嘅局勢。最後郎金寸uppercut打低阿象，阿象於今次比賽中首次被打倒。裁判數到8時，阿象已經站起來。阿象雙手垂下，引誘郎金寸攻擊。阿象食咗幾嘢後就使出交叉拳，交叉拳被郎金寸擊破，再一次跌倒。力石忍唔住走埋去繩邊鼓勵阿象要起身，竟被請力石翻埋位。力石知道咁做唔啱，佢只係出於敬重宿敵心態。阿象迷迷糊糊地起身再戰，依舊被郎金寸撳住嚟打。郎金寸準備最後一擊幫阿象埋單之際，鐘聲一響，成為阿象嘅救命鐘。阿象迷糊到唔小心打裁判，甚至去錯對方角落。旁述門看重播，了解破交叉拳之時，原來阿象使出交叉拳時，當阿象右臂搭住郎金寸左臂順勢出拳時，郎金寸左手屈起，撥開象嘅右臂，然後使用右拳將阿象擊倒。阿象起身，再一次使用交叉拳，又被擊倒。郎金寸及大高會長都冇耐性，大高會長叫郎金寸快啲埋佢單。郎金寸一如既往以主力右拳向阿象出拳，今次阿象使用左拳迎接右拳。之前2次阿象使用右拳作交叉拳，今次亦即係第3次使用左拳出交叉拳。結果郎金寸下顎被阿象打爆咗，勝利者為阿象。年輕旁述請教老旁述點解阿象會贏。老旁述解釋，首先稱為3重交叉拳。第一重係阿象先出交叉拳，但被郎金寸隔開。第2重係郎金寸出嘅右重拳。第3重就係阿象嘅左拳順郎金寸嘅右重拳拳勢所出。普通交叉拳係4倍，3重就係12倍。老旁述之前對阿象有偏見，經此一役後對阿象另眼相看。力石看後十分感動，衝過去同阿象握手，誓言下次要同力石比賽。在旁觀察嘅白木爺孫2人皆心中不知如何是好。某日記者訪問力石，見到力石開暖爐，穿膠面羽絨外套練拳，葉子代答，咁做為咗減磅迎戰阿象。記者們訪問力石後，
就去丹下拳館訪問阿象。阿象重提郎金寸比賽之時，當晚小鬼們偷偷進入亞洲拳擊俱樂部，被郎金寸當沙包打。事後段平眾人將小鬼們送往醫院治療。治療期間，段平同醫生研究小鬼們傷勢。雖然郎金寸志在虐打，都可以從中得知郎金寸練習無恙。段平了解後，了如指掌，想出一套應付郎金寸嘅招數，所以當日比賽時，段平冇大吵大鬧，看似勝券在握。象講得好輕鬆，但要睇準時機 KO 郎金寸係好困難。記者們聽完象講述後，讚嘆段平係厲害嘅軍師，象都為自己之前對段平批評感到慚愧。阿象猜想記者們想問對即將同力石比賽感想。阿象表示康復中，不便作答。其中一位記者表示，力石開暖爐及穿膠衣練拳。阿西及阿象聽完之後感覺不安。伯木爺孫都好擔心力石健康。力石拒絕伯木爺爺關心，索性一個人返拳館練習，並且叫拳館工作人員將佢鎖喺練習室內。